现场政府又搁再提出真侪优惠措施，租金补贴明年将会扩大来举办，同时也会放宽掉这个申请的标准。除了纳入20岁到40岁高薪的青年，原本申请的这个所得标准，嘛按上加生活费1.5倍放宽到2.5倍。 租厝的人厝买袂起，每个月拢有固定的租金爱支出，对着打出社会的人来讲，拢是一种负担。政府明年将租金补贴的申请标准来放0以上补助名额会对原本6万户加倍提高到12万户。如果有一些补贴的话，我想对年轻人会有感的。可我觉得年纪越大，感觉越不需要这种补助，会不会就是给的太多了？ 面对政府提出政策，民众的看法无相同。来看今年7月开始上路的租金补贴，单身的人申请都要满40岁，明年开始资格对20岁到40岁单身的青年拢会当来申请。申请的所得标准嘛放0，对原本上加生活费1.5倍放0到2.5倍。以台北市为例，月给本来要比25000块搁较低，才会当符合资格。未来月给只要比42000块搁较低，就会当申请租金的补贴。若户籍甲租厝的所在嘛无搁再限制，一定要伫咧同一个县市。申请的时间更加对每一年7月、8月改做一年有2摆的机会来申请。那我们预计明年已经要把补贴的16万户增加到12万户啊。那我们也会增加，我们也增加了28亿的预算。 准备投入，就惊部分的厝主会烦恼，安尼就要纳搁较侪税金。只要参加租金补贴的厝主，政府嘛规划3种税金的优待，若综合所得税，每间厝每个月有1万块免税的额度。房屋税甲地价税嘛会按照家己大的税金来算。政府提出办法，但是是毋是真正会当减轻租厝的负担，也是只是短期的减轻，恐惊爱搁继续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